安尼用呢，可能较袂晓习惯啦吼，但是底下吼，可能大家嘛是爱来做一个学习啦，希望讲咱听人民啊，伊安尼吼，大家拢会当有所体会，会当讲对了伊即个心灵上呢，要安怎如何新的思维，当然呢，你讲到即个疫情呢，是因自私因缘，也是因缘倒过来的即种的法则吼，讲起来，当然咱讲事出因因嘛，当然咱讲讲一定定论在内面，所以讲呢，就是讲因缘成熟，来造成了着即种的迄个疫情，这煞咱嘛无法度通去甲伊避免，所以讲呢，食素食的呢，当然就是勇气啦吼，会当早起呢，当来取材修改，当然呢，未素食的，嘛会当利用即届的即种的疫情，互咱一种新的思维，新的思维。其实食素食来讲起来，是一个习惯性尔，袂讲因为食素食对咱的身体负面，应该是正面，不是负面啦吼。因为食素食的人袂使讲真济，尤其是伫最近即个疫情来呢，伫即个报章杂志来讲起来，伊嘛一直不断鼓励人爱食，尤其是近伫即个网络内底咧传的，唯有食素食，但是食素食比疫苗佫较好啦，迄但是一个根本。无你像讲有足侪国家，伊疫苗伊的普及，注射疫苗的普及足悬，但是伊嘛照常咧对哦。你像进美国嘛共款哦，美国呢伊佫倒反好倒转来，你讲有注疫苗的共款佫对，尤其是今仔日佫报，即摆的困就是讲已经佫发生3个人死亡，迄是完全甲即目前无药人医的啊。所以讲咧，食素食其实是咱根本最好的方法。所以讲伊即个人讲，咱无叫人欠贪欠，佫而且咧食素食对咱人是拢是一个抗氧化，应该是一个正面，毋是一个负面啦。所以讲呢，大家未食素食的人毋通惊，爱把握即个机会，尤其是伫今年8月份青口班阁有一定爱珍惜，好好呢，来提升即个赞助，或是而且慢哥，慢哥甲咱耽误啦，袂想认真准备啦，看要安怎感恩啦，感恩。好，感谢点恩师慈悲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大家可以举个手，给大家给我们领会讲师们拍手鼓掌一下，谢谢。我们今天的课程呢，就到这边结束。那我们一起做批判动作哦，大众请起立。第8，向吉拉姆行3鞠躬礼，前到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感谢2位点传4鞠躬，感谢讲师鞠躬，坤到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感谢2位点传4鞠躬，感谢讲师鞠躬。好，各位前贤，大家晚安哦。各位前贤晚安，再见喽！再见，晚安。我们要诵经了。好，晚安。